喺香港企業進行業務擴展或重組時，常常涉及股權權益嘅處置。一齊嚟睇下最新嘅股權權益處置收益嘅稅務處理。為提高稅務明確性並支持企業發展，香港政府於2023年12月15日通過2023年稅務修訂合資格股權權益持有人嘅處置收益條例，推出稅務明確性優化計劃。呢項計劃適用於2024年1月1日或者之後發生嘅股權處置交易，並涵蓋2023年4月1日或者其後開始嘅課稅年度嘅收益。邊個符合計劃資格？包括具資格投資者實體、具資格股權權益同埋符合權益股權持有條件。首先，具資格投資者實體包括法人，例如公司、合夥、信託、基金等，但唔包括自然人及保險人。無論企業係咪喺香港註冊或者上市，都可以參與計劃。具資格股權權益處置嘅股權權益必須附有與獲投資實體嘅利潤、資本或者儲備相關嘅權利，但唔包括被視為營業存貨嘅股權權益，或者從事物業相關業務嘅實體嘅非上市股權權益。股權持有條件：投資者實體須喺處置前嘅連續24個月內持有至少15%嘅股權權益。若以集團為基礎計算，密切相關實體持有嘅股權權益亦可計入15%嘅門檻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士奇。